奥罗赛啊，欧款定速巡航 ，OBD 急写，不用拆电脑，在写程序过程中，我们开通完以后啊，读一次所有的故障码，你看这里可以看得到了啊，没有任何一个故障码，我们才交车啊，看到没？一个故障码都没有的。粘完以后是这样子的，定速灯在这里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我们达到那个40码以上，按减号就可以定速。24款奥德赛定速巡航，现在試車。你撳一下佢加油，你長撳住佢加10。撳下加公里喎，真係。係啊。係啊。係前路取消開，我又撳呢隻開啟開。定速，係啊。